我會向你哋描述卡利嘅12種功能，即係你哋認知嘅12種移動。請聽，首先係斯里什蒂卡利 Sarishti Kali 意識同體驗相遇嘅最初閃，呢個係詮釋之前嘅原始接觸。我永遠向斯里什蒂卡利頂禮膜拜，佢係極樂無尾熊海洋溝拿中稠密嘅形態之波，其中既有生成，亦有消亡，最終消融於藍色嘅無尾熊之境。請理解，喺印度教宇宙論中，阿維亞克塔阿維亞塔即未顯化，被描述為萬物誕生嘅原始狀態。佢並唔係死寂嘅空無，而係一種充盈，一種充滿所有潛能嘅圓滿。離區吠陀嘅納薩迪亞頌歌 Nasadya Sutta 將呢種狀態描述為既非存在，亦非不存在。虛粒子不斷從中產生，又消融返其中。請聽，量子降落喺量子物理學中被定義為空間中某一點能量嘅暫時性變化，源自於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。根據量子力學，能量可以從真空中短暫借用，產生成對嘅虛粒子，幾乎瞬間產生並相互湮滅。真空並唔係空無一物，而係一片熾熱活躍嘅海洋。